呢個時間咧就有詠春體外咧就有衛生署署長林炳恩醫生咧就會聯同佢師傅咧一齊同我哋表演嘅，交個台俾佢哋。好。詠春由衷大綱，可以表現出中華文化含蓄而有力量嘅一面。好，我哋而家歡迎林處長同埋葉師傅，歡迎兩位，歡迎晒。阿處長，我想問一問啊，你日理萬機啊嘛，你點樣抽時間去練呢個詠春嘅咧？其實忙都要運動嘅，尤其是遇到葉正師傅，佢係葉問宗師嘅嫡傳，所以機不可失。多謝晒。咁我亦都想請教下葉師傅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簡單咁講解下詠春嘅精髓喺邊度咧？詠春嘅精髓咧，主要分兩部分。詠春嘅拳理同埋法度咧，係以兩點以直線為做基礎嘅。另一個咧就係詠春無論係防守同埋攻擊咧，喺原有嘅位置發揮，呢個可以講係詠春最基本嘅要求。唔該晒。咁詠春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寸勁嚇，就係話喺短距離咧係發力嘅。咁而家咧係請林處長咧為我哋表演徒手穿板。係啦，咁我知道啦。嗱，呢個項目咧就得到黃家龍主席咧代表董事局咧就支持阿處長嘅。啊，每穿一塊板咧就係20萬。咁我知處長咧就會穿3塊板嘅喎。咁貴啊！等我驗一驗啲板先。冇問題㗎啦，可以打得。係啦，咁合共仲有60萬嘅喎。如果穿咗呢3塊之後。好，如果準備好可以開始啦，林處長。加油啊！小心啊！可以覺得好重啊！哇！1塊、2塊、3塊。哇！1塊、2塊、3塊。哇！好犀利啊！哇！咁快幾多10萬啊？係60萬啊！60萬啊！阿處長話呢可能太簡單就係佢想去挑戰啲高難度啲嘅。咁今次咧呢個高難度咧凌空穿板。凌空穿板。係啦，咁我哋之前咧已經有60萬㗎啦，董事局咧就會咧加捐40萬嚟到支持咧處長。100萬㗎啦，合共就有。加油啊，林處長！好，準備好開始啊！我做一件事啊嘛，頭先驗完板，而家可以驗下隻手講，哇！處長隻手好滑啊嚇！呢隻手啊，好緊要嘅，隻手一伸就伸出咗100萬善款。哇！滿意呢個數字啊！多謝晒！多謝晒！非常滿意。又滿意自己嘅表現咧？OK 啦。好啦，咁喺呢個時間，我哋有請黃家龍主席咧代表董事局咧致送呢張嘅支票啦，並由林處長咧代表東華接受嘅。多謝晒100萬嘅進帳啊！多謝晒，出錢出力啊！多謝晒。